究竟香港第一架電動船新明珠39有幾勁？為咗認真對待呢隻咁勁嘅船，我哋決定現場數一數佢有幾多塊太陽能板，幾多個座位，同埋親身體驗下呢隻船有幾靜又有幾穩定。原來呢度有2個駕駛台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我哋片尾先開估，我哋數過幾多張凳啊？不如趁而家隻船咁穩，睇咗下冰木先啦。係啊。搞掂。如果想帶呢隻電動積木船返屋企嘅話，就3月13至3月15嚟鑽石山荷里活廣場揾我哋啦。如果真係想知呢一隻船有幾多個座位嘅話，就過嚟11號攤位問我哋啦。